全裸 Phoebe 被逐出書展。佢琴日俾人收屍啊，係俾人收書啊，我仲未買噶。咩機啊，黑柴啊，對面冇得睇啦，張相唔老禮啊嘛。即係實在太多人去買我嘅寫真集啦，咁其實就即係可能會引起一啲混亂，同埋可能影響到人啦，咁都接到一啲投訴嘅，我都好合作啦，咁同公司商量咗啦，咁都係決定暫時將我嘅寫真集收埋先嘅。死唔認貿發局話本書意淫俾人叮走咯，我恨你！想當年雙峰壓書展，琴日露雨幫人谷，唉，竟然冇 fans 送佢一程。不過呢邊嘅 Lulu 咧，冰火七重天啊，怒火就有2嚿水啊！睇咩啊？睇宇宙最長事業線咯。扮基基樂叫你影寫真啊！哎呀，哇，嘈到咁，喂，世界上有 Photoshop 噶，哎呀！仲喺國父面前露 bra，國民小先鋒今次唔好撳台啦！